大家成日話北上消費係而家香港人嘅新常態，每逢週末或者長假期，羅湖、落馬洲、深圳灣呢啲口岸真係塞到爆晒。大家上去除咗食探魚、飲喜茶、行下山舞、Sam's Club 之外，最鍾意做嘅嘢莫過於大掃貨。見到啲肉類、蔬菜、海鮮又平又靚，真係好難忍到手。特別係農曆新年或者入冬嗰陣，見到啲臘腸、臘肉嗰陣香味真係隔住條街都聞到，好多人就會諗買少少返香港加餸啫，唔係咁大鑊啊嗎？或者有人會諗，我叫老細幫我抽咗真空，包到實一實，海關點會查到啊？如果你真係咁諗，我今日就要好認真、好嚴肅咁同你講，你呢個諗法分分鐘會令你留低人生第一個案底。你以為抽咗真空就神不知鬼不覺？你以為海關嗰部係普通電視機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大踢爆海關嘅黑科技，同埋同你分析下嗰500幾宗港人因為帶肉而被檢控嘅實錄。聽完今日呢集，你下次北上買嘢之前，一定會諗清諗楚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好多人以為帶1、2斤臘腸返嚟係小事，海關頂多係沒收，最多咪罰幾百蚊告傳票。呢個係大錯特錯。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奶類規例，凡係喺冇官方證明書嘅情況下帶生肉、冰鮮肉、冷藏肉，甚至係家禽同奶類入境，即屬違法。你要明白，臘腸、臘肉、金華火腿呢啲嘢，雖然經過醃製或者風乾，但喺法律定義上，佢哋依然被視為未經徹底煮熟嘅肉類。你唔好同我拗話我返去會蒸熟佢㗎，法律係睇你過關嗰一刻件貨嘅狀態。只要係未經高溫徹底處理到可以即食嘅狀態，佢就係屬於受規管貨品。點解海關呢排捉得咁嚴？因為要防範非洲豬瘟 （African Swine Fever）。呢種病毒非常頑強，即使喺醃製肉類入面都可以存活好耐。如果呢啲病毒唔小心流入口感，對本地嘅養豬業會係毀滅性嘅打擊。所以海關而家係零容忍。講返大家最關心嘅抽真空，好多人都有一種迷思，覺得海關查嘢係靠聞。佢哋覺得抽咗真空，陣味鎖死咗喺入面，海關犬、緝毒犬、搜查犬就聞唔到。又或者覺得抽咗真空之後，件嘢扁晒，塞喺行李箱底或者衫袋入面，海關部 X 光機就睇唔到。我想話俾你聽，你太小看而家2026年，甚至係過去幾年海關用緊嘅黑科技啦。海關而家嗰部 X 光機唔係普通睇形狀咁簡單，佢係雙能 X 光檢查系統 Dual Energy X-ray Inspection System。呢種機唔單止睇到你個行李入面有乜，佢仲可以根據物件嘅原子序數 Atomic Number 嚟幫啲物件上色。通常有機物質，例如毒品、炸藥，仲有我哋今日講嘅肉類，喺機上面會顯示成橙色，而金屬就會顯示成藍色，塑膠或者玻璃就係綠色。你條臘腸就算抽咗真空，壓到變咗塊紙片咁薄，喺海關個熒幕上面，佢依然係一大片鮮艷嘅橙色。而且海關關員係受過專業訓練嘅，佢哋一眼就睇得出嗰種橙色嘅密度同形狀係米肉類。你以為你用錫紙包住可以遮到？仲死！錫紙喺 X 光下面係黑色或者深藍色嘅一片，呢種叫做不透光區。海關見到你特登用嘢遮住某部分，佢一定會要求你開箱。除咗 X 光機，而家仲有一種人工智能圖像識別系統。海關入面個資料庫有成千上萬張違禁品嘅 X 光相 ，AI 會即時對比你個行李嘅圖像。只要個形狀、密度同臘腸、生豬肉有90%相似，個系統就會即刻彈個紅框出嚟提醒關員。所以你同部電腦兜，你真係諗多咗。最近有一單個案好值得大家警惕，有個50幾歲嘅陳生，佢去深圳東門買咗10斤臘腸，諗住返嚟派俾親戚。佢仲特登去揾咗間可以幫人抽真空嘅鋪頭，包咗幾層保鮮紙，再加錫紙，最後放入個買餸袋底，上面鋪咗幾件舊衫。
點知一過羅湖關，個關員直頭唔使手袋，直接指住佢個袋話：先生，開袋睇下。陳生當時仲好淡定，覺得自己包得咁好，應該係隨機抽樣。結果一打開，關員直接拎出嗰包臘腸。陳生最後唔單止被沒收咗啲臘腸，仲要被帶入房落口供，最後被控告，罰咗3000港幣，仲要留咗個刑事案底。大家唔好以為案底係小事，喺香港，一旦你有咗刑事案底，好多行業你都唔使諗住入，保險、地產、金融，甚至係一啲政府外判工，都會因為你個案底而唔請你。為咗嗰幾百蚊嘅臘腸，賠上自己嘅前途或者名聲，你話值唔值得？我哋再睇下海關嘅500宗實錄。喺過去嘅一年，即係2025年到2026年初，海關喺各個陸路口岸截獲嘅非法攜帶受規管肉類個案大幅上升，其中有超過500宗係涉及香港居民。呢500宗個案入面，最高發嘅地帶係羅湖，其次係落馬洲支線。點解咁多人會中招？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僥倖心理，有人會覺得我上次帶都冇事，或者我見到隔籬亞伯都帶到喎。我話你聽，海關唔係每一件都查，係因為人流實在太大，佢哋係採取風險管理。但隨住 AI 技術嘅普及，而家查驗嘅效率高咗好多。以前可能係10抽1，而家可能係5抽1。而且海關有一套行為觀察法，如果你過關嗰陣眼神閃縮、腳步加快，或者特登行喺人群中間，呢啲行為喺關員眼入面係攞明有嘢。仲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，就係搜查犬。而家海關除咗有緝毒犬，仲有專門搜查受規管食物嘅犬隻。呢啲狗狗嘅鼻係非常靈敏，即使你抽咗真空，甚至係浸咗漂白水，有人真係咁做，諗住遮味，都避唔開狗狗嘅嗅覺。只要狗狗喺你身邊坐低，你就基本上係插翼難飛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咁係咪所有肉都唔帶得先？我想帶餐蛋治過關得唔得？我想帶個叉燒瀨粉過關得唔得？呢個問題問得好，關鍵在於徹底煮熟。如果你份餐蛋治入面嘅餐肉係熟嘅，或者你個叉燒係熟嘅，而且係俾自己食嘅合理數量，通常海關係唔會為難你。但問題係臘腸呢類產品，海關嘅標準一向好嚴，因為佢哋嘅製作過程係低溫風乾，好難確保中間係100%無菌。甚至有啲案例，有人帶半熟嘅白切雞入境都出咗事。個阿媽諗住喺深圳買隻雞返嚟，見到隻雞骨仲有啲血水，覺得咁樣鮮味啲。點知過關嗰陣被海關定義為未經徹底煮熟，結果點？又係沒收加告傳票。我仲聽過一個個案，有個後生仔，佢喺內地山姆超市買咗一盒好靚嘅急凍和牛，佢諗住我有收據，呢啲係高級嘢，唔係街市嗰啲獅咗肉，應該冇問題啦。佢仲特登買咗個保溫袋加冰袋，結果呢？一樣被截。點解？因為你冇官方證明書。你要明白，個人帶入香港嘅肉類，法例上係冇自用免稅額呢樣嘢。你帶1克同帶10斤，喺法律性質上係一樣嘅，分別只係罰款嘅輕重。好多人會問，咁點解啲水貨客可以帶咁多嘢？我想同大家講，水貨客係另一種玩法，佢哋係揾命搏，而且海關針對水貨客有另一套打擊方案。我哋普通市民真係冇必要去學人哋玩呢啲走私遊戲。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，萬一你真係唔好彩，或者一時大意被海關截到，個程序係點嘅？首先，關員會帶你去一個專門嘅搜查室，佢會要求你攞晒所有違禁品出嚟，然後稱重、影相記錄，跟住佢會問你拎身份證，入電腦查你過往嘅記錄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犯，而且數量唔多，有啲關員可能會俾個機會你，叫你填一份自願放棄聲明書，將件嘢沒收就算。但係大家聽住，呢個俾機會唔係必然嘅。而家因為政策收緊，
大多數情況下，海關都會直接開傳票俾你。你會收到一張紙，叫你喺指定日期去裁判法院上庭。你一上到法庭，個官一讀罪名，如果你認罪，通常就係罰款。但係一旦你認咗罪，嗰個刑事案底就跟你一世。有人會話罰幾千蚊我俾得起，但個案底真係好大影響。曾經有個案例，一個大學畢業生諗住去考公務員，點知因為2年前北上帶咗2包肉乾被留咗案底，結果過唔到品格審查 vetting， 成個前途就咁毀咗。你話為咗2包肉乾值唔值得？所以我今日拍呢條片係真心想提醒大家，2026年的香港，法治同規管只會越嚟越細緻。我哋北上消費係開心事，想食好嘢，買平嘢都係人之常情。但係我哋一定要做個精明消費者，清楚知道邊啲嘢帶得，邊啲嘢唔帶得。除咗肉類，仲有幾樣嘢係大家成日老襯嘅。第一樣係蛋，好多人見到內地嗰啲初生蛋、土雞蛋好靚，幾十蚊就有一大盒。我想話你聽，生蛋都係唔帶得入境㗎，因為禽流感嘅關係，生蛋係受嚴格規管。如果你帶咗一大盒生蛋過關，下場同帶臘腸係一樣嘅。第二樣係植物，有人會喺深圳花墟買花、買盆栽。你要知道，帶有泥土嘅植物入境係要申請許可證嘅。你以為就咁拎住盆發財樹過關好型？分分鐘被關員叫停，要你即場棄置，仲要被查問。第三樣係煙酒，呢個大家都知，但總係有人想搏一搏。而家海關嘅煙稅升到咁高，查煙查得非常之嚴。如果你帶超過19支煙，即係唔夠1包，你就已經違法。而家好多人會喺免稅店買，但你要記住，免稅店買嘅嘢都要符合豁免額。講返臘腸，如果你真係好鍾意食內地某個品牌嘅臘腸，其實而家香港好多大型超市或者連鎖店都有得賣。雖然貴少少，但係呢啲貨係經過正規進口，有晒衛生證明書嘅，食都食得安心啲。你唔好同我講話深圳買嗰啲好味啲，其實好多時只係心理作用，或者係因為你覺得平嘢係好啲。我喺度再總結一下海關查驗嘅幾個重點。第一，唔好迷信抽真空。X 光機睇嘅係原子序數同密度，空氣唔會影響佢嘅判斷。第二，唔好以為包裝得多就安全。錫紙、原子呢啲遮掩手段，只會令關員覺得你更加可疑。第三，唔好信網上啲教人過關嘅攻略，嗰啲攻略好多都係過時嘅，或者係啲人好彩冇被抽中，唔代表個方法係行得通。第四，海關嘅 AI 系統同搜查犬係24小時運作嘅，佢哋唔會覺得攰，亦都唔會同你講人情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成日鍾意北上買餸，記得將呢條片寫俾佢哋睇，話俾佢哋聽，買臘腸、買生肉返香港，唔係沒收咁簡單，係要留案底㗎。其實海關喺各大口岸都有好多宣傳海報，甚至有啲大電視會不斷播條片。但我發現好多香港人行路都係低頭睇手機，或者係趕住去排隊，根本冇留意到呢啲警告。等佢哋真係被關員拍膊頭嗰一刻，先至嚟後悔，真係太遲啦。我有個朋友喺海關做，佢同我講，其實佢哋都唔想告咁多人。每次見到啲阿婆、阿伯因為想慳嗰幾十蚊，或者想整餐好嘅俾孫仔食，結果要上法庭，佢哋心入面都唔好受。但法例就係法例，佢哋作為執法人員，一定要執行。佢仲話我聽，有啲老人家被捉到之後，喺個房入面喊晒口，話自己唔知，但到咗法庭，法官通常唔會接受唔知作為理由，因為市民有責任了解法律。所以大家下次去深圳、去珠海、去邊都好，見到啲生肉、臘腸、生蛋，真係要忍手。你想食？喺當地食飽佢先返嚟，或者買啲已經煮熟咗、密封包裝到可以即食嘅嘢。雖然臘腸通常唔算。
如果你真係唔肯定，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唔好帶。呢500幾宗實錄，其實只係冰山一角。隨住跨境交通越來越方便，兩地往來更加頻繁，海關嘅執法力度只會增加，唔會減少。大家唔好為咗嗰少少口腹之欲去挑戰法律，更加唔好去挑戰海關啲黑科技。最後我想講，其實香港法例咁嚴，最終都係為咗保護我哋嘅公共衛生。如果有一日因為有人帶咗問題豬肉返嚟，搞到香港爆發疫情，甚至影響到成個大環境，到時我哋損失嘅就絕對唔係幾千蚊罰款咁簡單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咗咁多血淋淋嘅教訓，希望大家以後過關都係輕輕鬆鬆，唔使驚驚青青。記住，做個守法嘅市民，先可以真正享受到北上消費嘅樂趣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內容對你有幫助，或者你覺得可以救到你身邊啲買餸狂朋友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分享出去。如果你有過關嘅特別經歷，或者你對海關黑科技有乜嘢睇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聽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